恋爱的。眼前的光景，伊拿起相机按下快门，眼的世界嘛停止转嘞。愛唔會停痛，係唔係也扮愛要怎做啊？困到痛吧，想到黑暗。鬧熱大擂台，鬧熱共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今日係你空中特別計劃嘅主題啊！哈，今日嘅主題係乜嘅咧？介紹下咧。今日係搶到青島5V 廣播 DJ。青島5V，青島就最多5位，最少5位這樣。你搶到安尼廣播 DJ 非常厲害，非常專業嘅主持人，佢都安尼現場，我哋做根本嘅評審老師，我評分。我選播哈，根本嘅歌數哈，有嚟衝歌，本嚟就 DJ 嚟選播，就是想要播他們哪一位的歌。在節目裡面，本期都有嚟評分嘅。在我們節目當中出現很多專業的歌手，優秀的歌手，他們都有出專輯，有出專輯。那今天要在我們節目表現，厚厚的衝歌，衝退以後，本要的 DJ 老師們聽聽看。這些歌，他們願不願意在他們節目當中播放？對啊，因為 DJ 們都很專業，是。哎呦，根本也就會來拜託他幾個，我們一邊來分享好聽的音樂，一邊來大家來聽了以後，看你們願不願意在你們節目當中播出他們的音樂，好不好？好 ，OK， 好啦。先嚟有請 TV 係你嘅客家新生推李彥峰帶來後堂嘅歌曲。來，唱歌啦！好。歸來，家家嘅祈禱，學教上課，因為水果條要會知道，阿妹輕嘅唔摸，種種慘慘，強愛望到訴訟，嘅聲音你就冇上鐵道。
水面的万的汹涌，在上冲过的世界记载中，你只想爱大家快乐，你只想爱大家快乐。哇，燕峰你好，燕峰好，哇呀，是啊，耶，对，燕峰双拜有来到你节目当中，表演冇看到诶，只有英雄燕峰一多岁啊？今年就18岁，18岁，去年来时就17岁。哦，看不出来哈，又变高了一些。所以啊，已经满18岁了，走到可以骑欧多拜。18岁可以骑欧多拜，有啦，考到就发行几个作品集啊！哇，真的太好了。结果我们是专辑哦，是作品集。为什么不叫专辑，叫作品集？因为做一张专辑，我有请制作人嘛，请乐手在欣赏。不过一定我全部都冇，我只是想要今年18岁时想要做一种 CD 来里程碑的感觉。嗰时候我想我自己做了这一张合适，玩到相当用功，向着阳光。啊，底部有8条歌曲，喺我高中嘅时节写嘅歌曲。啊，嗰时候喺三條係客家歌，然後5條係方言嘅歌曲。嗰時候底部咪有嘅幾隊歸來，去年前年嘅比賽得獎嘅作品。哦，所以就是好像成果發表會的那種感覺，成果集結。錯，因為其實就有幾度，我要聽下 IG 上邊問大家講，用嘢我買花，用嘢我想去買嘛，大家反應還不錯。所以要總算就要靠自己力量嘛，要有拿文化部的補助。你有拿補助嗎？因為我自己有打工，啊又有學校，因為我上國立大學有獎學金。鼓送嘅就全部，就用去搞錢了發行，因為不怕我買嘅錢嘛，要跟現在全部我之前要做。對啊，哎呦，我要哭了，好感人哦！你們這些音樂都要去找補助，你看人家都自己，你看自己打工。因為那個像雨涵姐，有可能要需要，就是會就是她的音樂很。他的樂手老師都還蠻很厲害，我只是想要做一張有點像是 demo，然後我自己的里程碑的感覺，所以我講到叫合集。真的厲害。啊，像第一條歌誒，你很有版權可以是下歌誒。你講第一條客家歌嘛，反正第一條水彩嘛跟語言嘅歌曲。客家歌誒咧。客家歌就係各種商業上必要嘅時間，因為跟住喺因為我哋之前各種有嘅發動很多客莊達人秀，所以我就拿一條歌曲，我就我把副歌翻成客家話，然後拿去比賽，因為有一個還不錯的，就是拿一個達人獎，後來我就去參加年底的叫做客莊音樂大聲響嘅比賽，嗰時節我就整首歌翻完，嗰時有本嘅3個台還有商業團嘅演出本現場彈到，也就突然講，有沒有這個？就是他當年要辦一個6堆客音之夜的表演，全國會請來看下去。然後我第一首歌已經去比賽了嘛，聽一條他就叫我再寫一首歌去表演，後來我就慢慢的開始寫了，然後就一次都給記得歸來就得到獎，哎呦，真的好優秀啊！真的，得到他這個給肯定了。這麼年輕，你看18歲的時候，我也記得，我那時候也參加歌唱比賽，對吧？哈，我那時候話沒有他那麼多。勇於表達，講出自己嘅。就是我那時候就也是神話一哥啊，就是也可能也沒什麼內涵，也不知道主持人問我們什麼，我們想要回答，但是就會詞窮，你知道嗎？就答不出來什麼，對啊，什麼東西，就是留到現在講啊，就是好厲害啊，對，不要現在亂講。過後從國也就很愛表演，這樣，嗰時候玫瑰風去過來從國本台講。真的18歲這麼成熟的心的，這麼有想法，真的很厲害，好棒好棒。在比欣賞糖豆吃豆鳥。對我來講，其實燕峰係16歲係做演識嘅啊，佢啲客家料16歲，我咪當上係16歲做演識嘅啊，我演識嘅時佢真係當 pure，非常的清純，佢竟然得到係評審團嘅大獎，佢啲幾隻比賽地位度嗬，佢唔係最強嘅，唔過佢係最得到大家木水嘅，就大家要上去看佢，上去聽佢。我攏講哦，其實家己的歸來當好聽，你天台有嘛？你看佢按誰去做按呢？這個作品集，我告訴你，燕峰，你那個一定要保留。為什麼？你知道嗎？你知道陳綺貞一開始也是這樣嗎？他現在那一張他自己做的、自己畫的 CD，在網絡上賣超過6位數。哇！是
10万，而且是单曲哦。哇，燕峰听到钱有笑出来了。但是因为配 MV，就我也是很喜欢陈绮贞，看到对，没有，他开始 MV 我就是有听人分享说，陈绮贞在出道还是出名之前，就是好像绕了台湾一圈，然后去书店啊、live house 冲过。我就有这个想法，我想要跟他做一样的。几张回4的时间，他就拉了他的吉他，一个人去表演。对，超。然后他那时候有到我们学校表演，对，他就卖他自己的 CD，而且他自己的手，我有他一张，他自己打编号，然后自己亲自包装。对，还没有做工呢，真的还没有做工，我自己还去买色纸来贴编号。可是大概这我印了500张，其实全部就会去给他包装，因为底部版有个贴纸囤明信片。我拿去了，杨给给他。跟各位讲，我就是也是每一张都这样。然后包起来这样。真的，因为万事起头难呐，因为台湾现在太多元了，你没办法说上我们一个节目，然后就会让众人看到，所以你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要靠这些 DJ 多帮你播，然后可能自己真的到四处去表演，对啊，就像当初其实像。萧煌奇，他也是在广播界这样子，大家喜欢听他的歌，还有校园。校园，然后广播电台，他也去上片所有的广播电台，就辛苦一点，我觉得辛苦一点。像现在的都可以上 Q 通告，有没有？可是可不可以去上节目？其实我不会觉得辛苦，所以我是很喜欢，我喜欢冲国诶，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去上子瑜姐姐的节目，好啊。其實我家堂聽，我講我真係會變誒，因為有段時間，唔會變喺旁邊啊，我變結果誒，我變呢篇嘅節目點會做？因為像哎樣可能有啲單純，沒有那麼成熟的歌曲，沒有經紀人。唔係啦，就董事他這種搶少年嘅節目，對，非常有單純嘅歌。我剛下羅哥沒有講到話，佢做一種撇嘅語言嘅歌曲嘛，故說考幾下，要給他加分一下。你要考他什麼？冇錯，因為我剛剛佢剛下唱過一些這種單純嘅感覺，非常有盧廣仲的感覺。唔講呢，我卡中意韋禮安啦，拍攝。你是要叫他唱韋禮安的歌？冇錯，做對冇？你會唱韋禮安？做對啊。一口一口吃掉煩惱和憂愁。對啊，你叫羅哥唱就好了。沒有羅哥，你雖然長得像韋禮安，唱歌還是羅時豐。還是你其實要他唱羅時豐的歌？真的不要委屈韋禮安，他很難過呢。說長得像我。不會啦，不會。韋禮安，我青浩也一條歌曲，人都記得回來。哦，那首歌好好聽哦，記得回來。所以因為我歌曲一條歌，人都記得回來。我就說，到時候要出一首歌叫《記得回來》，我聽說，真的也是。而且他那個 MV 是那個最佳男主角演的。姚春耀，對姚春耀，對，哦，演得好好哦，真的。我記得個 MV 係一起搞破嘅呢。去搞破嘅嗎？姚春耀嘅歌唱係那個另外一條歌。哎呦，你糾正我。沒有，韋禮安大粉絲哦，我們開始哦。你糾正羅哥的都可以常來上我們節目。拍誰？好，待會兩條歌。好，這樣，來唱副歌就好。記得回來，記得回來。董총廣仲唱韋禮安的歌，廣仲你還可以吧？他都能贏下，完全不同的唱腔，不同感覺，因為韋禮安的那個 vibration 很多，那種細微的那種 vibration，而且抖得很細節很多，細節很多。不過我吃到冇同樣嘅想法，要用一本嘅煙風，參考一下，因為佢當後生，古時候講我建議佢。你要彈喊下發、喊下抖的歌曲，不管你客家歌，不管英文，甚至冇共用語言的歌曲，你都要去涉獵。印度歌也可以聽。我印度歌很酷。因為平常時間沒共鬼好彈
西洋歌曲，像 Adele 还有 Taylor Swift， 很爱记好的。哦对，最近最新的一首歌也好好听，Easy on Me， Easy on Me。啊，还有一聽我記得莫田標題一家一開始上來唱歌，比如講各種3年前就開始下歌嘅，你起碼個心情好音樂嘅，因為我覺得懂 pure 聲音的很容易，尤其他現在才18歲，很容易就搖擺或歪掉。OK， 我覺得這個是一點點衷心的建議。真緊，但係要保持，你要繼續。多差。他意思說，如果你紅了以後，頭不要變大。不會啦，就這個意思。變大可能因為是頭髮太多。你好像預見了未來。對，怕門過不去。幾天有幾個不一樣然後你千萬不要忘記，你曾經在這個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不管他對你是好還是不好，你都要記得。真的。好，加油！真的，廣結善緣。對。其實 Casey 姐，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得完獎之後，我就有安靜了一陣，就是1個月，我想說，怎麼得獎之後還是一樣，就是一樣在打工，一樣在讀書。還記得麗嘉，還記得麗嘉阿姐。這樣講，麗嘉那個阿姨啦，對，麗嘉姐姐，跟着就請去上他的電台節目，跟着我就一直很記得他。嗰時候要拜我出合景我記憶總本意。感動感動，因為嗰時嘅基本感嘅時間，他還寫那個字給我，寫在信封上面，然後肉就很長，這樣子就覺得哇。非常感謝燕峰爺。他寄給你的意思就是要叫你播他的歌。有標，燕峰真的很可愛啊！你妹不會跟我就私訊我，基本就讓人哎，基本來啊，他要帶專輯給我。哇，真的。我感覺帶一種文羅歌。哎呦，真的有啊，但我不一定會聽啊。會啦，就收藏。基本本愛哎。我等下跟他們要那個地址，我再寄過去。不是你長得太小資了，還沒看到。沒啦。而且你剛剛那個喜歡那個盧廣仲啊，對，你有打槍他，他喜歡是韋禮安。哎，來，這個剛唱一首歌，真的我覺得不過癮。對啊，希望這個我們 DJ 們可以真的每天都把你的歌呢，至少1個禮拜播個2-3次嘛，對不對？好不好？好，再帶來一首歌，再洗他們的耳朵，洗他們的腦。好，冇問題，好冇？好，一條歌都冇講。按照電整嘅愛電。等陣嘅愛的，來彈看啊！已經冇看到，也冇壓力嘅面孔，簡單嘅快樂，用為情濃情動，有太多煩惱，眼淚眼洶湧，愛共用乜嘅事情講起，一種就會隨風。是想太多，散發不來就有時歡喜，有時悲傷。天氣個背講，莫再受用背看到以後，愛定用下行過，一走晒東風。用眺望天空，就可以看到溫暖笑容。莫強硬行動，太不用錢太倉促，那位永遠記得盡管都點着，更愛的。情濃情動，有太多煩惱，眼淚眼洶湧，愛共有乜嘅事情講起，一種就會隨風。不是想太多，散發不來就有。
到以後，愛的用行過，你就曬到風嘅顏色，用腳望天空，就可以看到溫暖笑容。莫強硬行動，太不用錢財草叢。给爱的，爱的用下行過，你就曬到風遠遠手，用腳望天空，就可以看到溫暖笑容。莫強硬行動，太不用錢財草叢，愛會永遠記得，習慣都點着，給愛的。大牛哥之前帮金曲奖唱老歌，哪一个金曲奖？我觉得你要上去唱，有唱一个很高的，那我就对，爱在两山皮哟，上你喽。哎，我跟你讲，我那唱完以后，台下张惠妹他们将会全部吓到。哪里啊？糖豆被吃到心里。我也觉得，真的，我当下真的被吓到。有没有震慑到？我说，不知道大牛哥这么会唱。哎呦！
哎呀，今天走不一样的风格，好像鼓掌对，好像比较空灵的感觉，有没有哈？你今天这个唱法是更细腻。哇，他的声音控制很好嘞，嗓音控制很好。俺老讲，正经六退一种转是创国会进步呢，嘿唔嘿哈？你会被雕啊，琢磨，越来越成熟了，好厉害。因为根本也冇吉他。哦，做嚟認真唱歌係啊，動一下，所以他冇吉他的時間，唔只有辦法唱嘅就唱，特別冇吉他冇辦法唱歌嘅，係啊，會尷尬，係咪？會有點沒有安全感，對呀，不知道該怎麼辦。哎呦，那也蠻厲害的，對啊，所以應該蛻變了嘛。對啊，真的，我覺得進步好多，進步，係啊，像下歌也沒黑，要不然下一個創作的靈感，然後給金錢衝的歌，跟他整個人呈現的感覺都不一樣。哎呦，黑某那種，他是這一次有什麼樣不一樣的靈感？創作的靈感。下次要到歌誒，就係看到命路當風，大家就是那叫什麼酸民嘛，係啊，然後黑某廖叔狗狗就會下被攻擊的人的他最後嘶吼的那種過程，他就一直在投出他的求救訊號。哦，人家黑某就是因為酸民下的歌，就真的因為酸民哦。我看到啦，不是我遇到，不是酸你就對了。對，因為我覺得這個現象有點可怕。就他們都覺得這很正常的，對。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因為這樣有精神上面的一些壓力在。所以你是有點俠女的心態就對了。就因為我覺得打抱不平這樣。看人家酸。你可以了就有些窮就是感覺有義氣的那種。俠女嗎？那種誰啊就是想做點什麼。比較大喇喇的這樣子。那這個是因為酸民，這個就是說現在那個命路當風嘅現象了下來，平常時假是有其他風嘅歌誒，就是例如說有人跟邀歌還是怎麼樣，你要怎麼去分享太卡了，跟我邀歌，因為我目前還沒有遇過。哦，是哦，很快就會有了。希望可以。你為什麼？你怎麼知道很快就？我就是說的，看到話所以說。沒有啊，因為我還以為你要找他寫歌嘞。跟他有錢，搶賠傻笑，我們就省起來，全部都自己寫，全部自己寫呀。你們創作歌手真的好厲害哦。係啊，就唱啊，自家創作嘅話，可能有時是咩唱唔談到配啥故事，也係講自家嘅故事，也有時是些新聞，有一些新聞事件，讓你有所感，你就會寫出來嘛。啊，像可能以後俺哋老人裡有做創作有很多的不一樣的東西。像我如果創作，我不會樂器，那就會想到依隻故事詞就給它下去了，想到那個旋律就趕快手機錄起來。哦，真的啊。那不知道真的會樂器的創作人是怎麼創作？我也是啊，我也是想要嘗試寫歌啊。對啊，但是就是啊，比如說所以就是想到了什麼歌詞，然後起來趕快把它寫起來。然後就放着，放到現在還沒。搞不好組起來就變一首歌。哦，真的啊，真的很多都是這樣子。啊，真的啊，真的啊。所以我就聽很多創作人是這樣子創作，就繼續延續下去啊。那雨涵也是這樣做。對啊，但其實大家差不多。對，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有跟一個香港的樂團，我們有一起寫一首歌。對，jam出來的嗎？哎，這次就蠻不一樣的，因為前一張專輯是 jam 出來的嘛。那這個合作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沒辦法見面，所以是雲端的，然後在串流上。好厲害，真的拜科技所賜。對，現在很多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線上音樂會啊，也係講很多某空國家空啊搞。但現在已經都開放了。對，那是我們。N里啦，就是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國家其實還沒開放。對，就是世界各國都可以合作。好像開放以後，現在場子變很多哈，表演活動、商演什麼。去年年底蠻多的。哦，真的，哎呀，真的穿錢啊，以後你看電影的節目還能出的以後，你看，真的我們在我們節目當中看到很多這種很優秀，出去以後都有很好的發展，其實我們也很與有榮焉吶，真的，真的。哎，那這個唱完了。我們要請我們早晚不能見面的心怡講個評。我認真講評啊，我是專業 DJ 哦。我覺得聽雨涵唱歌真的很療癒，尤其是在我們在電台播歌的時候戴着耳機聽，你知道他那個氣音一出來，哦，耳朵酥麻真的，然後就是有被搔到癢的感覺，有麻到心肝裡面去這樣。對，有麻到其他地方？沒有，就在這裡。你如果麻到其他地方的話，那應該要去看醫生，對，血栓之類的。
血是，可能打的疫苗有关系。对，还是糖尿病之类的。对，可是因为我跟雨涵就是从之前年度赛嘛，然后到现在，我就发现他的歌路其实有一点局限。那个时候，对，然后就是有一把吉他比较民谣啊，或像今天这首歌有点不一样，可是就是有一种距离感，所以想说有没有其他的惊喜？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听众听一种类型久了会腻，就说哦，雨涵就是这样而已。对，快歌舞曲哦。对，我觉得有时候给听众点惊喜。我告诉你们，怎么了？雨涵很会跳舞啊！真的？Thank you， 真的假的？蔡依林，真的吗？真的，不是客家阿 U， 客家 IU， 真的，他很会跳舞，已经会跳舞啊！哎呦，真的，信不信？张伯谦是不相信，我不相信，质疑。所以伯谦，你是要来跟他挑战一下的。伯谦会跳舞吗？我是巧莲智哥哥，拜托，巧莲智哥哥，来，巧莲智舞蹈来 PK 一下啊 ，Q 哈是不是？好，来，好可爱哟！巧莲智哥哥。哇！雨涵还会唱哎！我觉得伯谦离开好不好？我要再看你们跳一次。怎么会是这首歌啊？不然你想要什么歌？因为这韩文翻过来，刚不是三太子那一首吗？三太子我已经跳过了。对。我觉得跳的不错呢。还质疑人家？不错。你有看到你跳的吗？可是他裙太长了啦，你可以拉起来一点点，然后再自己跳一次。好，自己跳吧。边唱边跳，唱跳，试试看。我雨涵要唱跳，我想要听雨涵装可爱。唱跳，我回去当观众可以吗？可以。哇，挑战！我怕收视率往下掉。唱跳哇，我还没唱。来，我想可以，下一张就可以这样做。可爱都可以。客家 IU 就是要唱跳。来，小 Ken 老师再来一次。来。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大声浓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点，有一天让我心甘情愿爱你。你看龙潭，王心里面龙潭，还有里面龙潭，还有龙潭太鼻筒之类的。赵丽欣上面龙潭你配吗？龙潭太鼻筒，你不会某人，我们遥想他就好了。很厉害，好棒哦，很厉害。雨涵可爱也可以，有反差，有反差，大尝试加油！未来就是雨涵了。我会试试看。这个一首歌当然又不过瘾，对吗？哈，所以再带来一首歌，洗他们的脑来。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刚刚心宇说有距离感。你带一个没有距离，他们唱进心里，所以他等下在那边唱，都没有距离，黏在心宇身上，在你旁边，然后靠着唱。还是你们靠过来，站在他旁边，站在后面。和声啊，这首歌是让希颖。养希颖，影戏人，让希颖，哦，就是掌中情，掌中戏那感觉。好，看来。
爱情的谜底，给的人才聪明，梦里trong thập bát khi vừa mình nhìn ra mình đi nhung đôi đi.重点是的世界是会相信你的双眼，上会缺陷的，你走到哪位去？重点是的世界是上你的世界，爱上一定爱碰面，无一定爱的风格，爱上你日变日变，缺陷的，爱上会难的嘢。你还无上一道暗道无，向下大会爱着上你的伤，只只大天发本你来通，爱动强，不懂你会错案不跳，真紧喊你上风冲，假使做底上会转去，困上当爱一跳，爱身体用袂变都爱用轻松，听说的人为上会在意飞到天空。爱跳那一片空白，让世界有你是主人。上会缺陷的，你走到哪位去？重点是的世界是会相信你的双眼。上会缺陷的，你走到哪位去？重点是的世界是上你的世界，爱上一定爱碰面，无一定爱的风格。爱上你日变日变，缺陷的，爱上会难的嘢。每就按用做日间，因就会变成声音，空引擎的游戏，偷偷碰你的手指，爱上按到，你唔快到1分钟，喊你解上，爱喊你解上，爱身体用袂变都爱用轻松。听说的人为上会在意飞到天空，爱跳那一片空白，让世界有你是主人。上会缺陷的，你走到哪位去？重点是的世界是会相信你的双眼。上会缺陷的，你走到哪位去？重点是的世界是上你的世界，爱上一定爱碰面，无一定爱的风格，爱上一日变
天涯，两行流泪，如果係你老愛，快樂笑面，想愛你的臉。Go oh oh, go oh oh, go oh oh, baby I'm missing you. Go oh oh, go oh oh, go oh oh, baby I'm missing you. 想愛卻係你，你走到哪邊去？聽電視的世界是為什麼你的商業？哎呦，现代有。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long time no see， 真的，大家好，冇想到啊，大家嘅，哇，還有安尼，金大姐你們好，你好，請叫冇看到大家好，謝謝。好嘞，冇看叫啊，有點久，你囧了是不是？看到你就我安尼，哎呀，客家 GD 啊，真有 feel 咩？係嘛？係嘛？動好動好，看到你會想要走外八出來，是，八字腿，對，八字腿。羅哥，你這樣我很想牽你，牽你出來。哦，哎，情境細細的感覺。哎呀，對對對，太久沒看到了，真的，你太久沒來我們節目了。你我還蠻該啊，已經這個場景什麼都已經換掉了，換掉了啦，已經換3次了，換3次了，對啊，哦是啊，對嘛，對啊，怎麼好像都不一樣了，對啊，攝影棚都換了。你那一張送我的專輯，我已經已經比如說在疊在很底下，對，已經課台界，比如送我很多的，已經被壓推到裡面去了，太過分！你要再抽出來放第一張，你每一張一張請出來，很難找。對啊，因為太久沒有出來了啦。OK，用舊的，係咪？對啊，現在要盡量一直曝光了，好不好？盡量一直曝光。有新的作品了哈。哎，有，對，客家界難得有這種 rap 的歌手，真的幾乎沒有啊，幾乎沒有。有啦，還是有啦。最近是用海陸腔的更難得。來個起槓音啊，幸福音起槓音，幸福起槓音。沒有理我，起槓音，好沒默契，沒看到，剛好沒看到。不要這樣子，我們老家也是新屋，好不好？不要展現我們的團起槓音，起槓音。新屋有大杯糖嗎？沒有。開皮桶順風啊，真的。哎，真的，當初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要用客家來創作？因為該時間係大學的時候，然後大家知道我有在那個玩那個安德光，沒有同學知道我在玩那安德光，有在做音樂，對，然後他們就剛好看到一個 DM 是那什麼台北什麼客家流行音樂節，他就想說丟給我，讓我去參加看看，然後我就想說好吧，就當玩樂就對，然後用自己，因為客家我也很愛母語嘛，我想說好吧，那就也沒有之前也沒有聽過，只有聽過那個劉少熙老師之類的嘛。有，最近是嘻哈那個搖滾童謠。對，然後我就想說好吧，那我去寫一張，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真正饒舌。老師摸啦，扣班小扣班小。對啊，這個年輕人，對不對？就是敢向你挑戰，對不對？就是有這種勇氣。好朋友。嘿，你講係當時看劉少熙老師用聖代 DIV PK， 正給哦，周對嘛。下次有機會。可是少熙老師現在做童謠不一樣啊，讓他回到。可是我看到少熙老師可能，哎，老師。對，但是現在在這邊鬧狠話，我很尊敬，不敢造勢。我要聖代唱少熙老師兒歌。哦，沒錯的。然後少熙老師唱他的嘻哈，可以嗎 ？Noodle 是不是 ？DJ 就有這種很難哦，清難哦，我的很難哦。你的意思是少熙老師很簡單，是不是？這麼瞧不起？不要害我。不是，我跟你講，叫嘻哈咖來唱傳統3大調了。好，沒錯的哈。唔會嗎？啊，不會，就會，我們就是要找不會的來唱。不過我還蠻喜歡那種老歌，因為我大牛哥之前不知道金曲獎有唱老歌，哪一個？金曲獎我說你要上去唱，有唱一個很高的，不知道是山歌還是什麼。有真多了，是不是？哦，沒有，我有一次是頒獎了。對，頒獎了。那我就對，愛丈量三皮哦，3年咯。哎，我跟你講，我那唱完以後，台下張惠妹他們將會全部嚇到。那連阿龐都被吃到情敵，我也覺得。真的，我當下真的被嚇到，有被震懾到。我說，不知道大牛哥這麼會唱。哎呦，
把摸啦，开玩笑的啦，全部得罪光光哎，开玩笑，开玩笑，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是当下这个他一开口真的吓到，真的对，真的金曲奖不是买的，真的不是大牛哥不是吹的，还没讲完啦，因为参加还没讲完是不是？参加比赛啊，然后就运气不错，有得到佳作，对，然后那时候大学生嘛，佳作有钱吗？有就得到2万 Q， 2万 ，2万元的情况啊，那时候大学生拿到2万块，你就觉得很爽哎，对，然后可以买房子了，对，一个月的是快1个月的，真的，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2万可以买哪里的房子？我们以前第一次拿奖金的时候啊，大家都说要去买法拉利，对啊，而且买了就不开，把它丢在路边。那是玩具吧？法拉利的。没有，反正2万块那时候我觉得就给我那个非常大的鼓励，对，然后就觉得好，为了这些钱，我就好好写这些歌。对，就为了就是想，因为那时候大学生拿到钱，是个好大的动力，对，很大动力。然后后来隔年又参加那个什么，原创嘛，然后又一次就拿了不知道10几万还是多少钱，对，就是因为这样子动力，所以才就是有一直写客家，对，而且他的风格比较特别。就会唱 rap， 对，这种真的很少啦，在台湾客家界那么开始有看懂，你要把它继续延续下去，继续加油啦，继续延续下去。今天你刚刚不是在许愿要跟罗哥 rap 吗？可以啊，互相 diss 一下。来啊！有什么美感？有什么美感？还好，教一下。来，一个节奏。Yeah，看到罗哥唱我就吓到，看到吉娜姐有时候我也会吓到。可是我说的不是身材，我说的是她的歌声我吓到。Yeah，我其实想要 freestyle 一段，不用音乐好不好？不用音乐，你要 freestyle，不用音乐，不用音乐。这个音乐不对，这个音乐太快了，对啊，稍微快一点，有点快了一点，对。好，我想要很久没见2位嘛，我想韩叫我嘅吉娜姐，然後譚耀哥，你做得夠硬嘅 YouTuber 係永遠做得麼？好嗎 ？YouTuber 係永遠做得麼？不務正業，我有訂閱。不管我放了幾百支影片，還是達不到你的境界。我心碎一地，所以現在開始亂唱一氣。吉娜姐，我不用節奏，愛熊捏鐵板面加蛋，緊緊動向，其實還走得學到。我自家伫武下煮，做的全係當球手，唔係變體，就係照變數，然後我係聖代，大家做得記得我嘅名，等下運動唔記得，你會給我變。你剛剛已經講完了嗎？你有在一個節奏上嗎？沒有，我是希望觀眾能聽得懂，對，我希望觀眾能聽得懂。那如果把它加快一點，加快一點啊！對，你 double beat 下去。對。可是我剛剛那個是很 free 呢，就是要 free，全部一樣，加一個重拍下去，比如說像什麼50塊的檳榔。50塊的檳榔就是小米酒，原住民的山豬就是狗了。大牛哥很不爽，就这么可以跟他主持这么久，制作人都不敢这样讲哦。我就要負責把他拉回來，他就是負責沒關係，對啊，我就負責把他拉回來，有時候一起失控這樣。是，沒有，盡量要現在要寫一些就是可能年輕人喜歡有新作品了，對，之後會一直發布在。原來糖豆一點會 demo 還不錯啊，對，一直要發布在網絡上。比較那個編曲就是比較特別 lo-fi 的對，效果。現在弄了一些比較 lo-fi、比較心靈的。他有好過這種。好，來聖代唱完，叫我們這位老師來講。來聽公平呀！我講，來講聖代來按倒擺哈，不管係外地老闆讀到幾，還講來到節目。接期待兩位，你講聖代，你什麼時候有新的作品？我剛才幫跟這個新的同學介紹一下你，我說你可以懂奏對不對？真的，我就說客家的送我的 CD， 我已經都塞在裡面去了啦。這個我覺得你真的要好好的整理一下了，而且你那個用哎哈，比以前還要猛。是怎樣？很太高了。沒有。因為要整理什麼？我說他現在的樣子，比以前更有態度。嘻哈就是一個態度。我知道聖代有一隻動力還有優勢，所以講給啲唱給啲講的時間，你應該配上你剛剛那個嘻哈的腳步啊。腳步嗎？對，嘻哈歌手都很忙。那個對，剛剛那個腳步是很棒，他手那個腳一直走，他蹲。Oh baby，也可以啊。放這個音樂，
很难认。我不会啦，我不会。我想说那个脚步，你自己不觉得？可是刚刚你创国的时间，对，你的前后左右都在走。哦，那个音乐下去，对，他就可以。那个是编排的吗？还是没有发自内心？所以你不能够站在一个点唱歌，对不对？当然还是可以。哦，真的可以啊。这还是可以的。对，整个 flow 了。对，只是你会想要跟着这个节奏去律动，对，跟着他的节奏去踩这样。对啊，因为嘻哈就是 flow 跟 beat 嘛。对，没错。对啊，他一定要就是借由你的身体去带动。没错。这么棒的歌手，要多来我们节目。好，对啊。空按九啊，你毛了，没有人发我啊。真的是不是？那就我们制作人的不对了。对啊，他有赖我。对啊，没。那个再带来一首歌，再一首歌。好，这首比较旧了，好不好？这是老歌。爱迪。好，多旧？可能几年。这种专辑底不会读哎。该不会是你国中3年级？没有啦。没，第一种有你营扣中这种专辑。第一张专辑。哇，能够入围很厉害，真的，真的。好，再加油，加油啦！哦，客家嘻哈就靠你了，好不好？好沉重，好，走的。再带来一首歌，那个歌，Flower Story。来，听我来弹看啦。Hey yo son， 对，OK， 老米转嘞，俩比有开嘞，爱上嘞，3万地嘞 GK 一撒开始，3万 shining flower story， 没办法做的几年老你俩该你。温暖的、夏夜的，全地春天开花的，爱的天空全给梦色的，俺叫莫感觉到俺有落落，爱 check 的蹦蹦，向下的运动 go away， 烦人的事情 fly away， 该是黑，身在拍摄的发起，同时读到懂等一下的你有对太太的母猪，俺就像一张罔顾，所有东西或许变得有点只是出 ，because you。把我的头脑做个慢慢的做唔下，两双功夫唔会讲法，一年强下可能强用的法，眼前的光景，你拿起相机按下快门，我的世界嘛停止。转嘞，俩比有开嘞，爱上嘞，3万地嘞 GK 一撒开始，3万 shining flower story。没办法做的几年老你俩该你，老唔听的你的距离，你是公主，爱定你的后背看起来几年，所以一张片面假说的，让爱听你的脚步假是做的，爱中意，看你的笑唔生意，满足就比3万甜蜜的巧克力，试过100就唔会唔记得，上爱人伊说还讲法冇交替。你当冲动拍摄，定爱喊过来。你退避不下多优秀渣男的爱开口的世界，你当等一下的少年，讲起欢喜来两片特别的午夜，拥有拍摄的梦想，拥的音乐。爱讲爱你做的强下行一行，你讲假使你的叫我唔会听到。转嘞，俩比。上嘞，3万地嘞 GK 一撒开始，3万 shining flower story， 没办法做的几年老你俩该你，黑马萨空爱充满情，推爱的风纹，空爱水母的世界，地爱面加亲吻，红葱的感觉面还有点温，我背的温度嘛有点温，你生发地爱的生发 every day， 你快乐地爱的快乐 everywhere。强下的午夜，转眼又到午夜，拍摄的春天，发起的浮现。爱有2年，来两片，你莫记得，动像海下提白见面。爱你讲好今年嘛一定我来到，假使就像拍摄福利而来到。强下的午夜，转眼又到午夜，拍摄的春天，发起的浮现。转嘞，俩比有开嘞，爱上嘞，3万地嘞 GK 一撒开始，3万 shining flower story，没办法做的几年老你俩
概念。头发，耶，哈哈。不要再说暗自 say yo， 快对我说撒浪嘿哟。跳车他们开始留言嘅時候，就講我要跳跳唱到嘅其他嘅歌曲，佢第尾度呢有聲樂嘅，跳跳人講我嘅夢想就係愛學一個聲樂。子瑜屬於朽木了，還可以。什麼？可以，表演。
miss you. I miss you so much.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much. I miss you. I miss you so much.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哇哦，这个这种音乐 ，so much， 子音，来，对，享受的感觉，子音，你是紫薇老师的学生吗？还是紫珠的师妹？占卜算命的塔罗牌，没有啦。你以前好像没很多子音没？金钱很多萨吉尔，萨吉尔啦，哎呀，为什么想要改名叫子音？因为呢，我开始被这个电到之后，就觉得萨吉尔好像有点局限了。不会啊，萨吉尔是某之友啊，没有人跟你有同样的这种音乐表现。因为可能本来会冲个游戏的边疆民族这种曲风。对呀，哎呀，你吃到萨吉尔，可能就大家直接联想到那个。对呀，所以你要转换方式。子音现在要做电音的感觉，就比较电音的感觉，比较国际 international。比较迷幻。你给我给他英文名还是叫 Jill Stark？ 但真的，我们真的是跟国际巨星站在一起。没有，这个才巨星啊！金曲歌后跟歌王今天都在这。No， 他真的很厉害。他真的跟世界很多各国的艺术家合作，70几个国家有联合。对，哎呦，可这个是多大的殊荣啊！就是很感谢有这个有2个机会啦。哎呀，真的呀。韩国明年要出国了嘞。对啊。黑毛。是，因为马个演员做在等家结合。什么原因吗？什么机缘之下？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策展人，他就是来邀请我这样。是。听说吉娜姐姐不是也有跟别人合作？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好友。叫吹啊，对啊，迄两次爱去美国演出的时间，同场演出的一个歌手叫吹啊 Lam， 对，其他一位台湾的华人，不过其他从小被领养到美国，其他一家台湾的演出名，然后他在那边演，他的声音非常厉害，那叫 ABT 啦，杜后跟 Andy IG 当红刚好就看到他们。就是他们在聊天这样，就说他这个有疏失哦，这样子。所以他就把你引进，也不是合作，对，就合作歌这样。对，不过我们这么多 DJ 啊，今天听到这种就 live 演出，我觉得电音就是要听 live， 黑吗？你跟 DJ 们像李佳，你会想在节目里面播出这种电音的音乐吗？我觉得。有赏识外不用艺术爱有一两首，让就是因为我觉得刚刚谈赛以后会吃到，好像进到另外国度的感觉，弥留了。对，你不怕放了，然后人家开车开一开，怎么会有弥留的？对啊，怕开车开一开，然后方向盘放掉。我们不直接到外太，真好像就是真的第一。某 Q 用给4给底部，就很国际化的，让人家有客家歌有不同的感受。真的，对，完全某 Q。不过你们一答案都在东西，我觉得好像是，就它是可以即兴的吗？它可以可以即兴 freestyle， 完全即兴吗？可以怎么即兴？想要看吗？想要采集罗哥的那个，让罗哥来玩一下。我觉得刚刚那种那个 delay 那么多，应该很适合唱那个有春豆呀落地风，你个10多年，这歌还没有你的名曲来的那个真的。我为什么有啊，你有名曲啊，世界名曲是哪一首？感冒又是把这首歌推到国际，你也可以跟76个国家合作，可以媒合一下。那我要借子音的力量了，好不好？把这首歌推向国际，来。思，哎呦，这听了会很躁郁哦。
然后我要唱吗？你可以用这个唱。没有，罗哥要用你那一支唱。我这一次很贵。感冒的用试试，咳嗽用试试，鼻塞鼻炎用试试。就这样，罗哥来 rap 一段，很难呢。这很难呢。感冒用试试，咳嗽也用湿湿，有感冒前兆，提早用湿湿，用湿湿，我当类固醇，湿湿，感冒胶囊，耶，嘿，这好躁郁啊，好了，可以了，躁郁。这根本是不孤鸟的感觉。这一段拜托不孤，整点到了，整点到了。这一段拜托剪掉，不要传到70几国去，好不好？对，这毁了我们。还蛮有趣的啊，说不定他们很喜欢呢。对啊，搞不好他们如果懂中医，他们喜欢，而且翻成76国语言很不一样。对啊，湿湿很好翻呐，让全世界感冒啊。对，全世界感冒就吃湿湿。对，这搞不好就听这首歌。罗刚我讲，某一天就变成疫苗的主题曲。哎呦，解忧郁，对不对？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日本的那个卡通直播在唱我这首歌，真的假的？真的啊，湿湿哦，对啊，哦呦，还有蛮冲。也是一样的版本吗？他就用卡通人物嘛，然后他就直播啊，干嘛要试试咳嗽？可爱哦！吉娜，这是你的声音吗？刚谁拍我？哦，破告啦，正经，这是电音就会用去给它一撒，它是随时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意的。这个音乐人真的就是很厉害哈，就有无限的这个想象，无限的空间，对，带你们到不同的国度这样子，没有国界了，其实是，哇，那这样一首歌也不过瘾啊，对不对？好不好？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待会那一条狗带来木马，之前也有在我们节目唱过。对，木马哒哒滴，有一首歌叫木马。那是你刚刚唱的，我不能讲，我讲DJ 可以讲。你刚刚唱的是金智娟，对不对？旋转木马哗啦啦，我都没有听过耶。我是猜出来的，不得了，不得了。因为哲伟老师有跟金智娟老师合作，那是堂哥。来，这首木马的唐一下，来云送一下。
美丽。我怀疑是好荡漾过年，天空没给怎样美丽。我怀疑是好荡漾过年。I just wanna be pure. Just wanna be free. I just wanna be pure. Let's be free, you and me. I just wanna be pure. Someday, 이제 목마. Someday. 爱上两三松嘅，行行错错撞做地，只有一条嘅世界哦。爱让你讲下讲，可两个世界，点点的爱地上，爱留下的种亮光破做的梦。但想你没发现，按不掉公共嘅思念，漫天的用一条嘅世界。给了你汹涌动荡呀，点点的爱地上，爱留下的种亮光破做的梦。啊没爱哟，不要再说暗自 say 哟，快对我说撒浪嘿哟，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每一次看见你都会动跳？不要再说暗自 say 哟，快对我说，快说撒浪嘿哟。说暗自 say 哟，快对我说撒浪嘿哟，这种感觉来得太多，就靠近你听听内行有话，不要再说暗自 say 哟，快对我说，快说撒浪嘿哟。说撒浪嘿哟，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每一次看见你都会动跳？不要再说暗自 say 哟，快对我说，快说撒浪嘿哟。啊没爱哟，不要再说暗自 say 哟，当然了我不用说太多，分留给你有三有一的。撒松嘅，行行错错撞做地，只有一条嘅世界哦。爱让你讲下讲，讲两个世界，点点的爱地上，爱留下那种亮光破做的梦，做的梦。太会冲了，姐好，见面，赞，上一拜的有来过，有，真的，你好会唱哦，真的，谢谢，就是脸酷了一点啊，特色，一开场唱的时候脸好酷，哪有这样？
那有球呢？有，一定要示范一下就。然后呢，可能有一些竞争，他应该是比较完美主义者。听说出新专辑啦，恭喜真的，容易Q年代的时间，对，你俩一年，那今年应该会入围金曲奖了。那听说没问题啦，希望。哇，今年金曲奖真的是很恐怖非常对，有太多厉害的歌手了。是啊，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的金曲奖脱颖而出，真的不得了，就是厉害了啊！真的，这一次今年好像这个比以往来的多，还多 Q 年当中，雨涵没黑 Q 年啊，对啊，所以我刚刚看你们在私底下都没什么交谈，对，有好不好？我们私底下私下还很凶对，没有啊，雨涵都把他拍得很矮跟胖啊，还有吗？同样雨涵他看到雨涵很 man 的那种高贵姿有没有？同样入围，所以就会有一点隔阂这样子。不会啦，我们很会做表面功夫，不要这样。开玩笑。这张专辑是从去年就12月就开始上架了。对，生意出三。可以总转信嘛？嘿，整张都是我创作。哇。对，有找一些朋友一起，但是就是10首歌里面都是我这样子。哦，俩转戏完哦。猜那 V， 好介绍一下你专辑，难得在这个平台，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退后啊？有点紧张，只有我一个人显胖，不是，因为穿睡衣的，然后就一直躲在后面，他一直往后退。我的专辑嘛，我专辑是10首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对，里面有。每一个角色就是我生命，也不能说生命中，因为我生命还没过完，但是目前为止有经历过，比如说爸爸妈妈、姐姐、外婆，然后朋友、爱情，然后我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对，那风格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用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去诠释每一首不一样的作品。哦，对，你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别人的故事。对，我相信是的，因为我们都要学会，比如说有的生离死别，有的是成为你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好朋友，然后谈恋爱有快乐，像刚刚唱的那个阿妹偶有就是暗恋的歌，哦，对，就是说你不要再说暗自 say 哦，对啊，歌词里面怎么有骂人的声音？冲突嘞，我们来请一个不太会唱歌来讲。不太会唱歌，先避开眼神。好几位哦，好针对，做对吗？好，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因为对原那条前爱真人就刚他躺在就会讲啊没有哎呦，这个挺厉害嘞，挺好唱嘞。所以你会播吗？你会啊，听我演播呀。对啊，我刚他条前还蛮開始了樣嘅時候，我就講我要條躺到夾。其他嘅歌曲，佢地位度呢有聲樂嘅，我就提到講原來其實佢都不會從下聲樂，他是本科系出來的，對。那其實條人很講，我嘅夢想就會學嘅咋聲樂。是這樣。夢想什麼時候沒有，因為我的身高長不高，所以我想讓我的聲音長高一點。當一個夢想不能實現，就要換一個夢想。對，古時你會想要學係啊？係，做啲唱聲上搞一下嘛。都可以，唱雲鬧的聲樂啊。我可以教那個子瑜唱一個很有名的世界名曲聲樂。他這種不是你要第5元素，我不知道什麼第5元素啊？對，他也是，他是花腔嘛，比較不一樣。對，他不算是我教子瑜再更簡單一點。子瑜屬於朽木的，還可以講。什麼？可以，表演，可以。我先唱看看你知不知道是哪一首歌？應該是2支，好不好？我因為他整段比較長，所以我就截最紅的2句。好，我找下 key。這是什麼？聖母頌嗎？對，小白花。哎，不是，野玫瑰其實是那個，就是它是那個德文的舒伯特的作品，叫做 Restline。哦，它是聲樂作品。它不是那個海角七號那個人唱的。
改编，赵传演唱，对，改编。徐老师，我觉得你教的这个真的对他来说太难了。我觉得你就把2只老虎教他，已经2只老用声乐唱，我觉得。子瑜想要挑战看看，真的可以，这位就让他会，让他给大家笑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好戏。你要站起来吗？你要站起来。运气，来，口罩拿下来，呼吸，因为他要弹舌，嘴巴打开一点，然后你先想想看，你要吃很多贡丸在嘴巴里。Recite 啊 ，recite 可以，真的可以，要再下来吗？要再下来。of the hidden, of the hidden。有，非常好，儿童合唱团，我觉得是老师教的好，谢谢。可以开始往这方面发展了。子瑜可以加入维也纳，加入儿童合唱团，可以，看不出来，哎，很棒哎，真的，一般说真的是以学声乐这种基本底子，然后要唱流行歌不简单哦，跟转播呢，我中庸他们的共鸣也不一样。对，花比较久的时间调整，是好厉害，很厉害。可是当能够运用，就都是你的了。是真的，一首歌不够了哈，来再来一首，好吗？好啊。第2首唱，我刚刚是唱暗恋嘛，就是我喜欢你，然后你不要一直说谢谢我。第2首我就是唱苦恋，对，就是他爱情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这个人不爱你，但你还爱他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心肝走走，对。OK， 这首歌的叫做《心肝乌走走》，苦恋的歌哎。打败爱咪咪笑，我头爱心光干苦，地根都叫到莫少，行起次都心光走走。爱唔会讲。最美都会失败，送去幾花，用伴你過到安溫柔，用伴盼望，用伴電台我，唔會講，唔會撒浪嘿喲，送心嘅愛最美都會失敗。用做的全都跳摆嘅愛夢，心公走走，不記下的心痛。安不會冇只能講，不空，愛心公千次都痛，愛上愛嘅小小暖暖你嘅反應，唔怕冇強用，唔盼定你走，愛唔會講，唔會撒浪嘿喲，送心嘅愛最美都會失敗，愛用做的全都跳擺嘅愛我。我說我也心痛，離開嘅世界我愛唔會停拖，係唔係也把愛要怎錯？相愛唔記得唔是講過嘅話，係唔係錯唔錯也把你為的愛嘅心痛。會撒浪嘿喲，送
最美都袂失败，爱用做的全都跳摆嘅爱慕，心讲做做，不给下他心痛。动球，哎，然后忘记，这个有点像那个动球，好，够一百，分解动作来吧。2、3、4，然后跳4下。这4个可以整齐一点。斗球，爱是一张眼睛跟东南西，错莫两三下，你是上会休息。永远突击血盆一张血，无分血，七只水木唔细心，那你要是无人的。你上面搞电脑打游戏，当你是爱睡到你吃死，散步唔使疲累穷 shit， 哦屎哦尿，全部是难混水，还读个让他动都该加许。嘿，你做谁？你是有谁谁？憨憨聊脸，你是从黑，稀稀嗦嗦，稀稀嗦嗦，是你稀稀嗦嗦。马该自信是爱日是眼里，莫是拢里拢来，不用归因，只给沙帕都是不然难放，爱擦掉你。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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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球。爱是一张眼睛跟东南西，错莫两三下，你是上会休息。永远突击血盆一张血，无分血，七只水木唔细心，那你要是无人的。你上面搞电脑打游戏，当你是爱睡到你吃死，散步唔使脾气累出 shit， 哦屎哦尿，全部是难喝水，还这个让他动都该加许。嘿，你做谁？你是有谁谁？憨憨聊脸，你是从黑，稀稀嗦嗦，稀稀嗦嗦，是你稀稀嗦嗦。马该事情是爱日是眼里，莫是拢里拢来，不用归因，只给沙帕都是不然难放，爱擦笑意。嘿，你做谁？你是有谁谁？憨憨聊脸，你是从黑，稀稀嗦嗦，稀稀嗦嗦，是你稀稀嗦嗦。马该事情是爱日是眼里，莫是拢里拢来。不用归因，只给沙帕的是不然难放，爱擦笑你，爱擦笑你。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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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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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球。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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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球。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来，救护车！赶快，赶快，赶快！
哎呦，辛苦了，辛苦了，二爸爸。你今天来血池是不是？对，血池一下。还是来丑二啊？对，谢谢你带来这个复健操。哎，之后钟比他有一种另类唱跳歌手的那个，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真的，这个要很有胆量，带来欢笑这样。就像我最近常常看到那个谁小钟啊，在 IG 或者 FB 就发布一些，哎，小钟开始学跳舞了。你是看后面那2个女的吧？这还教大家跳舞，然后后面还有2个女生，有没有？超的，哎，Yuki 有2种，他有这种风格，可以。是什么灵感会让你有想到这样？哎，要配合舞蹈的那边？因为应该起到，因为你跳歌曲，应该提重准 CD 不？你跳歌曲是田径的。所以应该是田径的嘛，动主，这首歌很臭就对了，动主，难食鬼，因为应该这些是应该左边的区这些是一只动难系的音，打音母谁训，谁母谁训呢？给散腹进去动球，所以应该是想到动球，有点像动词，田径哦，错是，该这些词可以去下来。哎呦，你看这创作人真的好厉害啊！那动出，按你这个慢慢下一条歌，还就快了哦，全部同意，好厉害啊！还在喘啊？还可以吗？需要个氧气瓶吗？还可以。哦，最近的模还嘛该，是因为俺俩是伫国小教小朋友共学啊，莫是伫沙器台后教龙音家重歌，我教龙音家动主，我应该是用好西行的歌曲教叫创。是现在流行的歌曲啊，错，有教过嘛歌诶？因为系主动的提起嘛，所以应该是从会从回流腔的，所以应该是用俩热爱105度的你，应该是编个客家的歌。那你模仿我们哲伟老师啊？都有灵感了。第一个用客家话反多人哋创业就我就是哲伟老师。有听的吗？佢创嘅版本，用乌克丽丽彈，當時蒙嘅用是藝生用客家話，反過來有廣東人出來。首例就是你嘛，第一個嘛。所以應該是想講，記到從咧流行嘅歌曲，記到咪知道，呦。我順你未彈呢條歌啊，未順你未彈呢條歌，是對呢條從嘅時節，順子順未到你講下來學，很做得好多客家話，用安尼開了啊，用開了腔來唱，開了腔哦，開了嘅樣係改。Super Idol 介紹容度無你嘅天白嘅東珠嘅你跳度無你長安，熱愛100空土嘅你，滴滴金順的金流水。有是叫反真流水，叫反真，錯，所以應該幾條歌曲全部從客家用。哦，結到安尼，全部聽得到，啱小動詞。宋英基嘅片也聽得來哈。6、70歲，你對，唱得出來，所以你看這個就是我們活到老要學到老，這就是年輕人為什麼叫流行歌曲？對啊，就是我們的老人家就是要跟着這種年輕人流行學習，真的。哎，你給他吃動用哎，還不錯吧？我覺得也是巧蓮智姐姐，我也是巧蓮智姐姐，不過我覺得剛才仲偉哥有。巧蓮智哥哥，你今天是來面試的吧？哎，走，他有健身教練的感覺，有嗎？有氧，這是自己編的嗎？是新編又編的，哦，像胡以訓經常來編，走，他會不會很難過？看你跳完，你之前幾擺唱嘅欣賞有來錯嘛？走，幾擺我記得後代有單牙欣賞來，所以他這次比較振作了。跟黑公仲偉哥搞 Annie 跳舞，他就囧呀，全部的心都送。哎呦，我覺得要讓你唱跳歌手全俱佳。你要跟健身教練學跳舞，讓大家一起學抬槓。哦，真的嗎？搞你走，你下來。既然是巧蓮智姐姐跟哥哥，我看得比他強哎，怎麼辦？啊什麼？我看得比他強。看多強啊，對啊。你說比他強是不是？應該大家全部群去重過跳舞啊。從江路該是
哦，小朋友，小朋友哎，他可以全留。好，那边好像有什么磁场一直动球，因为大嘴嘛，因为他大以前他也动球，所以大两千呢。哦，对。动球，哎，然后哎，忘记，这个有点像那个动球，有点像那个哎，拜托别烦，跳对，拜托别烦我。好，够一百，分解动作来他，2、3、4，然后跳4下。这4个可以整齐一点。没办法，我们对地心引力的那个引力不同，不要这样。再个累一遍哈，再个累一遍。对啊，动球，跳，嘿，还要连接一起，做对了，好，做对，跳下来哈，1、2、3、4，动球。没有觉得我在跳小人子的感觉，忘鬼了哦。不错，很不错啦，真的很棒，给老人家复健一下。我已经看到台下的人精神都起来。有，我跟你说，这个歌可以应那个节气，青叶班妹在跳，来，预备，开始。动球。哎，这个版本青叶班有，僵尸舞都出来了，不错，赞，好了，谢谢你家，谢谢你家，哎，你得到了2个基本盘了，2个爱心墩布，还不一定哦，等一下最后再看。我给条阿公啊，给搞跳舞，给了2个爱心墩布。没有，我觉得作为一个还是好好唱歌好了。好，来，大跳过。哦，跳过叫连通法，连通法，之前一项对节目当中传播哈，来，动球以前，来，弹过来。让有来笑那子啊，冲江流水呐，自雄流让勇但干流冲萨满盖路出现，开山又甘甜，都该上行拄在，下行拄背，该泰山背，总有痛，总相思，有痛开头发热痛子，相思也相思。向西开花满山坡，有痛呀有痛，有痛开花满山坡，满山爬爬该有痛发，奈容许看到痛发，上到黑家。嘿嘿，啪啪将该痛发，都该跳梦梦，梦客家该游子，全部卡。萨满该路祖先，开山又甘甜。都该上行拄在，下行拄背，该泰山背。总有痛，总相思，有痛开头发热痛子，相思也相思，
向水开花满山梦，油桐啊油桐，油桐开花满山爬，满山爬爬个油桐花，奈容许奈容许，看到桐花，上到黑家。嘿嘿嘿嘿，啪啪tiếng tiếng cái thông pha, tu cái theo mộng mộng, mộng hát ca cái yêu tử. Man san pa pa cái yêu thông pha, nai rong xu nai rong xu, coi xu con tổ thông pha. Sương đổ khát khát, hêm hê hêm hê, papa tiếng tiếng cái thông pha, tu cái theo mộng mộng, mộng hát ca cái yêu tử, cho mình đổ khát. 哎呦，今天真的很欢喜哦！哎，这个糖豆人客家嘅按多后堂诶，按优秀的歌手了，都现场唱歌，跟客家糖的呢。啊，你乡亲朋友啊，真的今天客家福气啊，真的，真的啊，客家好上街啊，好上街，新上推中生代，对对，他有点尴尬，我帮他 Q 一个中生代。啊，客家我跟圣代一起的啦。对对对对，你要拉垫背是不是？你看六米里面表现出来，真的看到俺客家希望。嘿啊，真的。不过今天还要本台本个 N 里的广播 DJ 了，现称出是，哎，今天谁他最想播谁的？怎么这么残忍？真的，就要麻烦你们啦，上台开始投票。来拉票一下，我们台几个？哎，他们还害羞嘞，先爱。A few moments later。我干嘛？时间到了我干嘛？你是这，你干嘛？DJ 看他这边弄很久，有没有？好，你贴错，你要贴在心这里。难怪我就刚刚就看心宇，他这边他就剩一张，然后就一直在徘徊，真的，你就最终想要贴我，对他想要贴。现在已经到晚上了哦。哎呦，你整个人直接早晚不能相见。对啊，我们早晚是不能相见的。抢你一个 DJ 筹后了。好，我们要现在进行尴尬时刻。开始来分数了哦，来，穷给片开始。燕峰1、2、3、4、5、6、7、8。Q 的，好来1、2、3、4、5、6、7、8、9。哎，Q 的，这么厉害！3、4、5、6、7、8、9、10。还有指音了。1、2、3、4、5、6、7、8。哎呦，来不第一的。哎呦，Q 的，罗哥，那你有2票可以给啊？我就是那种金曲奖的主委，对。自由选择。1、2、3、4、5、6、7、8、9、10。是的，哎，俩现在有平手的1、2、3、4、5、6、7、8、9。9 Q 的，9分10分这2位，你差前提还有云呐，请站出来，紧张喽，紧张，自己拉票一下好不好？来，自己拉票，拉票，我这边还有2票可以投，我还有1票哦，竞总嘞，啊，哪里？谁？哦，云娜11，那云娜就赢了，赢了，那就我金牌啊！里面你碎花太多了，我老人家你嘎漏罚嘞！以后不要穿这种衣服。1、3、4、5、6、7、8、9、10，生意还有2片，哎，油脂跟俺没看到，谁贴那边了？来，我再加1票给云娜。哦，我再加1票给你。罗哥另外一票不行，那票是他。哇塞，罗哥，好厉害哦！哇，恭喜云娜！恭喜云娜，来，把它披上彩带。
获第1名。应该要用歌唱一下。对，其实大家真的都很优秀，真的都太棒了。其实我们都会播啦，真的，正经。反正有时间，这些都是口袋名单嘛，对啊。DJ 老师一定都会播的。云娜，我跟你讲，现在你第一，刚刚其他的5位他们之前都是第一。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你们啊，谢谢，也谢谢 DJ 老师们，谢谢，来，好冲国夹夹的播名，夹夹打电话落去，096667人电话，人277帮伊3位电台一个打电话。哎呀，好，今日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影呢，阿们多谢DJ 老师们，谢谢，谢谢优秀的歌手们，谢谢，期待大家的作品哦，谢谢大家，是孟小康老师和游龙去欣赏，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李天宠的董乐也辛苦了，好，下礼拜我们记得咯，明天的准时时间呢，老年大擂台。